再来新闻来看，婚姻消息，乌鱼子即摆是大出的时阵，口乡有一间乌鱼子批发商进前进了一台斤过7两，相当是要1公斤的乌鱼子，随后当地渔民叫林志伟买去，伊讲遮大肥的乌鱼子伊毋捌看过，连老母嘛毋捌看过，敢若野生的才有法度有遮大肥买到，伊真欢喜。 血烘过所在，乌鱼子芳开，互人闻甲嘴烂酷酷的。即摆当时乌鱼子产贵，毋过1公斤大的乌鱼子是真罕哩看的。口乡就一间乌鱼子的批发商，进前进货进到一台斤7两的，差不多是1公斤重的乌鱼子。那爱食就爱买倒来啊，无这少看到这种乌鱼子遮大片的。 渔民林志伟讲，伊自细汉伫咧遮生活，毋捌看过遮尔大地乌鱼子，含伊的妈妈70几岁，嘛毋捌看过，嘛讲敢有野生的，才有法度遮尔大地。渔民进一步讲到，这遮尔大地乌鱼子市价爱成万块，而且初步估计乌鱼上少嘛有5-6公斤重。这斤7啦。 这担子啊，超爱2斤外，才我著拍到斤7安尼啦。伊昨台中诶，听到就随订伊啊，啊，尾仔足食要买嘛无，敢即地尔啊，这也无法度走食啊。乌鱼子是口乡的特产，遮尔大地乌鱼子虽然真罕哩看，毋过口感和一般的乌鱼子同款。渔民真推销口乡出产的乌鱼子，嘛欢迎大家做伙来食在地特产。